针对游动犬议题，市府加强重点区域巡查捕捉，对着问题游动犬会优先抓起来，后续推广作为工作犬提供领养，为有效解决咱市各区游动犬问题。农业局动保处今年编列2500万作为游动犬占地场所，并且各区公所协助盘点适当场地，望以源头管制以及收容安置等方式，减少人犬冲突。有咱的游荡犬只走去游地园伤害咱的教室，甚至讲咱的游荡犬只去虐咱的囡仔，还是虐咱的士大人。我想伫遮要甲市民朋友大家做一个报告。这2天来，感谢市民朋友大家斗相共，有发到这个游荡犬只时，就随甲阮的动保处通报。咱这2天差不多抓8000几只游荡犬只吼，咱本来前当19000几只伫外口游荡犬只，到旧年农业调查剩11000几只。这我想伫遮要感谢市民朋友大家互相斗相共，伫个事前甲咱通报，事后有搁甲咱斗协助，所以伫遮要甲大家感谢。另外，有咱要甲市民朋友大家报告来讲吼，咱感谢议会通过有一个2500万的预算，咱希望讲伫即个所在了的这游荡犬只，茫搁放出去啊！吼，伫即个所在找一个适当的所在来安置。所以，咱各区的公所嘛，足认真咧找这个所在，甚至咱嘛去交公路总局，大家咧协调，希望61号下骹遮吼，咧桥骹遮有一寡较适当的场所，最近拢有一寡进展。这部分还佫需要咱各区公所，佫交迄公路总局甲咱斗协助。咱伫遮嘛是要甲市民朋友大家拜托，咱若各公所去做所在时，这我想游荡犬只抓着会讲虐的，咱先甲抓起来，莫搁放喙，找一个适当的所在，咱甲头糖，咱甲注疫苗，互伊身体较恢复。咱人讲有市民朋友来领养，会当来顾咱的家条、地条，甚至顾咱的工场。我想，互咱遮的百姓迄个大家出门免惊游荡犬只，嘛互咱伫迄个咱的工场、咱的畜牧场。有咱这狗仔伫甲咱斗过时，安全上嘛较好。我想游荡犬只的问题需要大家共同来面对，大家共同来解决。农业局动保处表示，民众若是拄到有攻击性的狗只，会当通报动保处动物管制专线06-296-5945。动保处会优先将诱杀家人的犬只进行捕捉并推广为工作犬，也将持续请各区公所协助盘点适当的收容位置。望会当得到在地乡亲的共识甲支持，维护民众出入安全以外，嘛会当有效减少人犬冲突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